专家有智对慧。对，咱两个观念拢同款。赞的啦！请问台湾倒一种好食米，搁互人号做鸟翅粿？咱队员会使讨论一下，嘿。来，伊伫遮，嘿，咱讲应该是米太肉啦，对无？因为米太肉是一条一条，但是无遮长，迄有一点啊，亲像迄鸟翅的尾溜，应该是安尼这个意思。高安尼意思啊啦。对，这个就是比。伫较早啦吼，客家内面吼，捌有一段时间，甲这种物件叫做卤醋饭啦吼。那照咱台湾讲，就是鸟翅粿啦吼。鸟翅粿哦。啊，啥来有这个名的？伊拄则讲会对啦吼，就是讲咧做这个粿时吼，迄个米浆吼做混淆，就是用迄个那像米太迄种空吼，甲伊切过吼，啊伊就出来吼，啊伊就变做一条一条。啊，伊头前后壁较早拢会小较尖尖，所以叫鸟翅仔尾吼，所以就有这个名啦。